2026年元旦本來應該係舉國歡慶嘅日子，香港娛樂圈卻傳來噩耗。1月1號中午，香港著名演員、武術指導袁翔仁因病喺伊利沙伯醫院離世，享年69歲。呢位陪伴咗幾代人成長嘅傳奇綠葉，就咁喺新年第一日同世界講拜拜。消息由香港導演李力持喺微博上率先公布，袁翔仁嘅太太之後都證實咗呢個噩耗。喪禮定喺2月1號喺世界殯儀館3樓明德堂設靈。聽到呢個消息嗰陣，無數影迷都唔敢相信，因為呢位老戲骨雖然已經69歲，但喺大家心目中，佢永遠都係嗰個精神奕奕、眼神犀利嘅武林高手。袁翔仁本名袁翔仁，1957年喺香港武術世家出世。佢老豆袁小田係中國電影史上第一位武術指導，呢個稱號分量極重。袁小田1912年喺北京出世，精通北派武術，曾經為成龍嘅蛇形刁手、醉拳擔任武術指導，開創咗功夫喜劇嘅先河。喺老豆嘅影響之下，袁翔仁自細就同幾個兄弟袁和平、袁信義、袁日初、袁振威、袁龍駒一齊習武。講到袁翔仁嘅大佬袁和平，呢位被業內尊稱為八爺嘅人物，可係香港電影界真正嘅傳奇。袁和平號稱天下第一武子，就連成龍同洪金寶喺佢面前都要稍遜一籌。袁翔仁曾經笑住講：大家都話大佬袁和平係天下第一武子，咁我排第二，係咪就算天下第二武子啦？呢句玩笑說話入面透住兄弟之間嘅深厚情誼，亦都講出咗袁翔仁喺武術指導界嘅真實地位。60年代末，袁翔仁以助理武術指導身份入行。嗰陣佢跟住大師兄唐佳參與咗張徹導演嘅《保鏢》《報仇》《遊俠兒》等片嘅武術設計。70年代中期，佢喺邵氏電影公司已經小有名氣，期間同楚原、何夢華呢啲名導演合作咗《流星蝴蝶劍》《香港奇案》等經典作品，深受觀眾喜愛。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，台灣功夫片興起，袁翔仁港台兩地奔波。就喺呢個時候，袁和平得到嘉禾重用，其他兄弟紛紛團結埋一齊組成袁家班，喺嘉禾嘅幫助之下成立咗和平電影公司。袁翔仁參與咗和平小組嘅絕大多數創作，由勇者無懼、佛掌羅漢拳、奇門遁甲到82版霍元甲、鬼馬天師等等，徹底打響咗袁家班嘅旗號，喺香港電影史上留低咗好濃重嘅一筆。袁家班嘅成就有幾輝煌？佢哋同劉家良嘅劉家班、洪金寶嘅洪家班、成龍嘅成家班並駕齊驅，成為香港電影武術指導嘅四大支柱。唔同嘅係，成家班同洪家班成員之間冇血緣關係，而袁家班嘅核心成員全部都係袁家親兄弟，呢樣喺香港影壇係獨一無二嘅。1991年，袁翔仁擔任徐克導演嘅《黃飛鴻》武術指導，設計出令徐克極之滿意嘅動作效果，並且憑呢套電影攞到第1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動作指導獎。呢套電影唔單止捧紅咗李連杰，更加將香港動作片推向咗新嘅高度。電影入面嗰啲行雲流水嘅武打場面，睇落好似全部都係李連杰嘅功力，其實背後係袁翔仁同袁家班嘅智慧結晶。袁翔仁仲跟住大佬袁和平遠赴荷里活，參與咗《臥虎藏龍》、22世紀殺人網絡系列、漫威嘅夜魔俠、霹靂嬌娃等國際大片嘅武術指導工作，將中國功夫傳播到全世界。2018年，佢憑住電影《奇門遁甲》再次獲得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動作指導提名，證明佢嘅實力一直都喺度。作為武術指導，袁翔仁嘅成就已經足夠輝煌，但真正令觀眾記住佢嘅，係佢塑造嘅嗰啲經典配角。袁翔仁算係低調嘅袁家班入面最中意拋頭露面嘅一個，無論係形神兼備嘅乞兒、走鬼，定係反串嘅老太婆，佢都演得活靈活現，成為影片嘅點睛之筆。講到袁翔仁嘅經典角色，一定要提佢同周星馳嘅合作。1992年喺《武狀元蘇乞兒》入面，袁翔仁飾演傳授周星馳睡夢羅漢拳嘅老乞丐洪日慶。佢滿面滄桑，頭髮同鬍鬚花白，着住破爛嘅衫，專注咁睇住身邊嘅蘇燦。嗰句你享盡人間富貴，亦都受盡人間苦楚，而家大徹大悟，現封你為睡夢羅漢，成為經典對白。1996年喺《大內密探零零發》入面，
袁翔仁反串飾演無相王嘅老婆柳葉王，呢個角色令無數觀眾印象深刻。佢唔計形象，將一個陰險狡詐嘅老太婆演到入木三分。2004年喺周星馳嘅功夫入面，袁翔仁飾演售賣如來神掌秘笈嘅神秘乞丐。佢留住凌亂嘅長頭髮，塊面帶住狡猾嘅笑容，手上面攞住寫有如來神掌嘅秘笈。嗰句我睇你骨骼精奇，係百年難得一見嘅練武奇才。呢本如來神掌只係要10蚊，到而家都仲喺網絡上面流傳，成為無數表情包嘅素材。呢個角色雖然戲份唔多，但係成為成套電影嘅神來之筆，堪稱絕版。細心嘅觀眾會發現，袁翔仁喺周星馳電影入面多次飾演乞丐角色，呢個到底係點解？有人話佢係想用乞丐呢個角色令觀眾多關注現實入面嘅弱勢群體，但更加多人認為呢個正正體現咗袁翔仁對演藝嘅熱愛。佢從來唔會揀角色大細，只要能夠為影片增光添彩，佢就全力以赴。除咗周星馳嘅電影，袁翔仁仲喺太極張三豐入面飾演膽小怕事嘅領導使，喺奇門遁甲入面反串師姐，喺精武英雄入面飾演探長，喺一代宗師入面都有精彩演出。佢嘅表演風格多變，能夠適應各種角色，就算只係得短短幾十秒嘅鏡頭，都可以令觀眾過目難忘。2023年4月，有網民喺香港機場偶遇袁翔仁，嗰陣佢已經需要坐輪椅出行，身邊冇助理陪同，登機嗰陣叫咗機場服務人員幫手。呢位網民話袁翔仁喺登機之前迷咗一陣，但好快就醒咗，眼神依然敏銳，精神狀態都算唔錯。點知唔夠3年時間，就傳來咗佢離世嘅噩耗。2025年，袁翔仁仲有多部作品上映，包括《紅嫁衣》、《風味快餐車》、《尋他》等等。有曝光嘅拍攝現場相片顯示，佢坐喺輪椅上面，俾工作人員抬到片場拍攝。嗰陣天氣炎熱，但為咗唔影響拍攝進度，呢位老戲骨依然堅持完成工作。呢種敬業精神令人肅然起敬。袁翔仁嘅演藝生涯橫跨近60年，由60年代嘅邵氏片場小武行，到國際知名武術指導，由龍套演員到經典配角，佢以獨特嘅藝術視覺同紮實嘅武術功底，喺香港電影乃至世界電影史上留低咗唔可以磨滅嘅印記。佢參演嘅作品超過100部，幾乎見證咗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全過程。值得一提嘅係，袁翔仁仲曾經參與98版《水滸傳》嘅動作設計，將中國武術嘅精髓融入電視劇拍攝入面。佢唔單止係幕後嘅武術指導，更加係台前嘅表演藝術家。呢種雙重身份令佢喺影視圈擁有獨特嘅地位。袁翔仁嘅離世，令人唔敢諗起2024年6月離世嘅唐佳。唐佳係袁翔仁嘅大師兄，係袁翔仁入行嗰陣嘅引路人。而家師徒先後離世，令人唏噓不已。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嗰啲武行前輩，正在一個一個咁離開我哋。縱觀袁翔仁嘅一生，佢雖然唔係最耀眼嘅明星，卻係最敬業嘅藝人。佢從來都唔計較角色大細，無論係武術指導定係配角演員，都全力以赴。佢用一生詮釋咗咩叫戲比天大，咩叫對電影藝術嘅真摯熱愛。而家呢位陪伴咗幾代人成長嘅老戲骨已經離開咗，但佢留低嘅嗰啲經典角色會永遠活喺觀眾心中。每當我哋重溫功夫、武狀元蘇乞兒、大內密探零零發呢啲經典作品嗰陣，都會諗起嗰個賣秘笈嘅乞丐，嗰個傳授武功嘅老者，嗰個唔計形象嘅反串演員。袁翔仁走咗，帶走咗一個時代嘅回憶。願老戲骨一路好走，天堂冇病痛。你可以繼續演繹嗰啲經典配角。如果你都被袁翔仁嘅故事感動，請喺留言區分享你印象最深嘅袁翔仁角色，冚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令更加多人記住呢位傳奇綠葉。